张先生，刀子之中多也有变，请先生放上台上。哎呀呀，那边好大一座院子，不知什么所在，一发来我谁喜呀！先生请旨，先生，那边是去不得的，恰是为何？这里是在一个拆乡过的负责我隐隐小弟。拆乡过家眷，为何不是过年恰来报寿去世？先生有所未知，只因相国去世，夫人与小弟无聊邻居，伪装不领援军，路上不行，果然是积聚此中。啊，原来是此啊！哦，夫人凭着私家年金，什么人都不能进去的。张先生，听啊。张先生，财富女眷来了，遇见多有不便，请回避一下吧。啊，回避一下吧。平分，你理应分，化为妆。忙乱间500年，风雷张先生，张先生，张先生，小叔，这一位可就是英英小姐吗？正是蔡家英英小姐。那小娘子呢？那是小姐身边的侍女红娘。张先生，我15就要回来了，请你放上台上。小叔先一步，小生随手打。此次先生休来。妙啊！
引发这推过相思平音红娘，哎，你去问问长老，几日与老相过做好事？是。哦，这栋长老同到大地上看过叮当，说来为话。晓得。哈哈哈，张先生真是好谁呀！他是夸奖了，小生之言，绿地身上早晚难以温热尽事。金凤上把您一两又加一色神魂听讲，彼日渴望颇有所见，请先生指教。贵是太原顺王最好，那倒是个恩人所在，多所用功相宜之处啊！多谢长老。长老办法啊，奉了老夫人之命，当庭在即，望要看看道长。本月15日乃自问受公之际，请老夫人小妻公子到大殿念下。本月15日与老仙过做好事。好，好，道长就是在功德堂呢。不错，师傅，令小娘子看过，也好为禀老夫人。是。请小手领路。请。哎，我什么惧了？小生湖海飘零，是有父母早亡。如今陪病无天，待这一问，追荐上天，恳求长老慈悲允诺。足见先生孝心，待在无法。多谢长老，小生高抬。小娘子，空闻道长回来，必定送此进宫。我妻在这里等儿与他。小娘子，小生之想有理了。先生盘佛，我们小娘子，该是侍奉英英小姐的侍女红娘子么？我便是胡老东本。小生一句话，干什么？言辞之间不可乱发，
也是人儿有力难的。小生新章民工四群人，本官西路人日，年方23岁，正月收起紫金身，并不能去。谁问你嘞？我又不是算命先生要你的生辰八字胡用啊！再问红娘姐啊，你家小姐她可上出来走走飞？此类病怎么样？夫人的桃林经上，自家年轻教育方，在船山他同时在，不逃不管这中堂，先生有的听我不老实实本尊堂。红娘姐。从今以后上问一问，不方问的就不要胡问。你要是胡问呐，在老夫人问子你胡一场。真是个书呆子。听着吧。秋潮，一天翠树梅天草，小弟啊，你心中插有老玄当，你不给领去为难道我前世造了断流香？红娘你年纪小心气长，为什么人家便当？哎呀，红娘啊，让郎杀去相为帮。你小弟郎才女貌真相当，红娘啊，你不做媒，我就不把小弟想。红娘啊，你可是相思的孩儿在你在什么地方啊？我在报纸亭上问啥呢？听懂。天是不早为天当，光去林里胡思想。我在哪里？官场庙郎。在哪里？只在船旁。
听着莺莺小弟，每一别到花园扫下，七夕今夜月把风情，他咋来日？我的门宽过，十分清楚也。忙听得九门儿呀的声，红谷处城里来异乡的声，我点个小仙儿仔细听听。妙啊！比那个初见日月的深，
老夫人命你去问长老，今日替老相公做好事，你倒是问了没有？我也问了，长老说本月15可以老相公做好事。啊，小飞，我想起一件好笑的事来了。什么好笑的事？前天我去问寨去的时候，碰见那是在局门口遇见的那个谁人呀，是我呀。他叫红娘深深一地，是小娘子不是英英小姐身边的红娘姐吗？于是小生心脏命宫是俊才，本官西路人之年方23岁，真的是其实自知前生，并不曾娶妻。谁要你去问他呢？你谁问他嘞？他们问他小姐的名字是长出来追追吗？这红娘好好的抢到了一顿。红娘不抢到他也罢。世上竟有这样的傻瓜，我不抢到他，不晓得他还有这些什么疯话呢？红娘，你告诉过老夫人没有？红娘还不曾告诉老夫人，这些小事不对老夫人说。也罢。红娘理会的。小姐你看，月到中天，我们再把一把想吧。唉，玉桂无心伤心事，今在生死也太多呀！小姐为何如此伤他？仔细想来，小姐赐他有所关。我不明，月光话言未定，高你一些，看他是何？月色永永呀，花影凄厉寒，此林浩瀚。不见月从沉沉。红娘你听，两只就是你。是啊，这三年才是那个儿子让我们学习的大话呀！哎呀，好清醒的，他名字好吗？难归真遗忘，不嫉妒放生了得阴阳，常看人表弟说得好话哟。我高英里的心儿里隐藏着多少聪明，女知心里情，小明儿怎不管所应，引起路上有意，他陪那小脸才相依。
无所中听，大娘儿随我到天明。也算了，他老夫人不会那么委屈吧？大娘忙听闭门声，万辈神要神去心，又听归路空听，一门情缘恩对心，法日以为，请夫人小姐为王谢谢。长老，替老相国做好事，为我娘家共杀一次。戚夫人，这乃洛阳监员张俊在，因父母伤亡，提出再见，恳请老身负责一份。我念他一点小心，故而允诺。哦，提着病名，让夫人死罪。倒也是一位关外子弟，长老辛苦了。夫人，请。长老，把是真的做完了吗？是啊。哎呀，你多做一可不好吗？小姐，你看他爷爷没有定过。张先生，天色已明，你给为王谢谢，老身也要告退了。天亮了。大女人回去了，我泪偏把我跑，有
进化。今日武教就将身庇护，率领5000人马围。口口声声要抢参加一营小弟钟家三夫人，这怎么办？这怎么办呐？我说，快去吩咐韩等等收拾三门，快去，快去！长老，李长说说禀告夫人，红窗对他才有。对。不好了！长老怎么了？我要是将真地火带领5000人马，将寺院顿顿围住，口口声声要怎样？要将领领小弟做个压谁骨头？老母。
后儿乃是天经之义，为娘真罪，将日写着救命。母亲，现在乃是太平之际，孩儿岂肯本国真空一生？如今大舅分两地，也罢。娘很神圣，再有高阶共上一个太平之气，他是大难也必可知啊！母亲，孩儿早有一计类似，日月何期？母亲，还有人能听分生病，儿情愿与那英雄结为婚姻。这不能明道无对，到底为强子血雨真人。有人能猜得出境地，老身做事倒背仗义，也将小女引进与他为我也真
得十病，老夫人作主，愿刀背上脸，将英英小姐与他为妻，与他为妻，与他为妻。这位先生言道，他有太病之疾。先生有太病之疾，方才听长老当中小语夫人之意，小生于恒生所同在危难之中，故而愿行太病之疾。多谢先生诚意。刚才与长老说过，有人能太得这病的，愿将小女英英与他为妻。夫人言之善，小生迷不用之。长老先生，此太病还需接容长老。这个长老不必惊慌，须到众人之上，小女之人，就是夫人言道，小弟小我在身，早让功德为门，送于将军，只怕与君不利。提将人马，三退一线之地。3日之后，功德圆满，小弟身闻及我，方能送于将军。母亲，哎呀呀，3日之后又当是何年？夫人不必杀气，小生有一股有心路明确，号称白马将军，统领10万大军，镇守不关。小生与他有800之交，一封送去，救兵必到啊！老夫人，只得将军到此，何人一个生废后？先生，请快休说，老身去钟楼通报。小姐，这就好了。说嘛，早就修好了。要你们采取一件之礼，谁的手再来迎亲？好了好了，老夫人，这边孤人采取一件之礼了。哎呀呀，我们全家有救了，多谢先生。红娘，快被小弟回房安息去吧。是。老身这个差人下属，小生高抬。小弟，到看他不成？红娘，正来为他呀。恐怕太爷心系胆大之人，先去下属。我私下有个徒儿，名讳为民，贼有胆量，这是
精神古怪，希望言语接他才肯前去。长老放心，小生定能教他前去。好。红娘子，今日老夫人相亲，可还有别的客人吗？我张公也有精神哦。先生，你为什么不看着地下的时光飞来飞去呀？小生客中少了一名金儿，故而借了这光，看看我衣冠穿戴的是真对。两鬓之后啊，你光一瓦大堂，你穿人穿大洋人。要是可中没有一些品味，正好去见老夫人。你可与公举将门，两官功劳是红绫。仙子小弟心中十分疼，公子为先生兄让你放心。杀敌当先生也有精神，我还假心铭记先生所为。今日两位小长，一位保利两表先生，望先生可不也轻慢我？自己夫人何不？红娘真的。请小弟下楼与张先生迎礼。张先生，请你莫因是非。张在此不管事，张公拜礼。
以后婚姻就别定啦。那青年，母亲，快上殿拜了日的公呀，这身体不得了，我娘病了光了。总今日你俩是同胞兄妹一般情谊，这相思今晚黑定了。好一个的是老亲生妹妹被落，今儿你在呀，你儿满口话儿难听。长孙子也模糊，小孩子眼里不生红娘醉酒了，儿郎，快上殿与你哥哥发誓。儿郎，快上殿与你哥哥发誓呀！他几岁年不下，月夜惊风，他起了最好是穿过了轮平章先生莫因慈悲，要是两三姑娘你了非儿郎，啥不是你兄长相救，哪有儿的我命？今日一定要请你哥哥一杯我。了心贫困真可难长家，母亲啊，你还
小姐得敬一杯。方才是不小生良才呀。小姐，这烦恼真是得了啊！而今来闹还有他的日就是两生内我有心想把送上真乃母亲当天单身啊你无怨我明白你我从此自出天下张先生，你我既为知情，实为可惜。来，请张先生一定要满饮此杯。修到他面上笑容我自家来在头上一封诗经发这地图他不想姻缘相随我红娘，好好是小姐。小生再了，高抬姐妹不公。夫人跟前，小生一句话，官什么？先生请讲。孙飞虎为了庙门，辩才仓促，夫人身身，不论何人能推测并定，就将盈盈小姐与他为妻，是有这句话吗？有啊，当时之事是在听声而出。是张先在生修下书信，请来把马将军推查撤兵。先生有我明知恩，正乃先想不在这。夫人听日，借兵机会，即日小生所说，夫人离开，谨守闲言，将小姐许小生，为何以兄妹相称啊？张先生，小女终身先想过在这，谁许了老身的内职诚恩。现在他有所到来，是节日就到。他不来时，叫老身不以为对哦。原来夫人这股主意，请问夫人，要是白马将军不来，孙飞虎公然无礼，请问小姐有何得配林德成恩呢？这个张先生，
至今我情愿都已经不想着，愿先生另聘高门，实为良的。夫人，现在小生挺身而出，既委托你钱财而来，你好小量我张公。不，先生请旨。张先生，令我几位至亲，实为可惜。就请张先生一日细想夙愿，以便细度报答。红娘，张先生在了，快送张先生细想夙愿歇歇去吧。是。明日别有华生。张先生，你少喝一杯不是好吗？哎呀，红娘姐，你一糊涂，我喝的什么酒嘞？小生如今小弟非情方餐，再搞不得别人却瞒不过你呀。现在这封书本不做到，这是你家夫人堂堂一品太君，金科牛言情绪婚姻，红娘姐呀，这不仅令我二人听见，两人书法神手，上有天下有地，佛天菩萨都听见的呀。只见你家夫人忽然变化，真叫小生心灵激动，更别了。只有在你红娘这个人先过死命了吧？先生，我话。张先生，来。张先生，夫人预言在先，已经反悔了。莫说先生听了生气，虽说我红娘听了，也只是替先生不平。红娘姐既有不明之意，何以教我呀？我说的医生，今日之事都是夫人做主，小在这弟弟也不安心事。给红娘来听你相过反儿，是你与小姐一同倾诉。啥叫红娘姐之词，小生生死不法。哎呀，张先生，哎呀，张先生。小生女无恨相认，今日这让大功都在你的身上了哦。墙外尚无声息，想必小姐还不人来。趁着上京人传经，两小团圆，四平情。实现我与张生约定，他在西厢月下南京，我引小姐到花园烧香。月儿啊月儿，你看在小生份上，早些出来不好吗？啊，小姐，快来呀！小姐，你看今日的月色多好啊！你出来吧。
月色正好烧香你。既然来了，就胡乱地烧一次吧。小弟怎么玩不来呀？红娘可是已经是小姐来了，待我担起请来。红娘，哎，你怎么了？没什么。小弟，烧香吧。红娘，小弟，你听，这是什么香啊？红娘听不出来。小弟，你是谁呀？红娘去看看老夫人，她得了没？到天把上，
儿女在教堂中，是一穷。今日司马相日，人才一穷，名曰凤求凰。小生岂敢私比相日？这是小弟你呀，卓文君是何比得上你哟？我今便将此求带来。好江河，四海去往，无奈佳人逢，不在东江，伤情太剧风，有书中行，不得与西风。办得好啊！既是爱，既义情，叫人听了不觉泪下。夫人放了美女，万则罢了。但小姐你呀，你可不该说谎哦！啊！张生啊，张生，这是你所愿我
什么乱动，什么发生什么梦中，被老夫人知道，哪完得了？是小女子吓了我一跳。小姐不用害怕，红娘是与你做啥的呀？万里。红娘，此儿不早，回房去吧。小姐，掌声要走了，你知道吗？不罪。红娘，是真的吗？此人是真的了。你去对他说，叫他在自己听。小姐不用去，红娘明日一早就去告诉他。回房去吧。是。唉，小姐呀，你多留一颗不好吗？红娘子呀，今日与我为娃不好吗？唉。原来是红娘子呀，请。张先生。红娘子呀，一来小姐听见，不知是些什么呀？张先生，你却将子弹了，他只因他欺凌天道，将军的子弹的人子，是红娘来这是红娘子相告是什么？小先生，他叫你在死几天？在死几天啊！小姐既有奸佞之罪，红娘子呀，小生一个奸妻儿，可把红娘子待遇小姐吧。这不可不可，要是小姐她一下子变了脸色，红娘，这是谁的言语？谁要你去哪来的？你这个小女子，好生敷衍！吃足了资料，告诉老夫人，她不要把我当过本事。小姐绝不会是此哦，是你红娘子不肯与我待去哟。红娘子呀，小生就多送些财物，随礼红娘子吧。啊！我是传到你的财物才来的吗？不。现在家那龙家子，真是把我红娘做丧事。我才是女儿家有志气，难保是传到你财物才丧事。不，红娘子不要生气，小生识错话了，识错话了。你上的可怜我这个傻小子，这不定我还替你想法子。好，就依红娘子吧。红娘子呀，
你就可怜可怜我这个傻小子吧。这点才是。哎，张先生，这上面是些什么呀？红娘的哦，点点句句混文语，儿媳无意把句事，一人一佛同心字，才是鸳鸯成行子。红娘的呀，小生这个奸计儿子非同小可，我的红娘的呀，你要与我小心才有。我用这边上之日说你君亲，官家发落的长子，免得你很相思。多谢红娘的，多谢红娘的，多谢红娘。床上做什么呀？小姐还不认说谁呀？一来不认好在，甚至困倦，懒得说谁。小姐还不曾用过点心吧？上是说小姐说起对红娘倒是想拿点心去啊，红娘，小姐，老夫人她在做什么啊？老夫人在叫换郎的说你。红娘，这半天不见你的婴儿到哪里去了？我啊，我到西厢去了。啊，红娘。啊，小姐说谁吧？对红娘倒是想拿点心去。哎，我有什么心情说谁哦？女儿的心。
娘和他一心，又恐被外人知道，少不和他，叫人又难以跟上，叫我怎么好？相思很尊亲，万般要紧容，若是遇风尘，放心很低落。此地不可为，须无虚谋，莫问有亡命，天理观音中，天理观红娘，小姐，过来。哎呀，这声势不得了。过来呀！是。红娘，小姐，这东西是哪里来的？谁敢把这金贴儿来戏弄于我？我既然快管这样的东西，我要告诉老夫人去，怕不当下你的下问题来。哎呀，小姐，小姐叫我去看他，他在叫我带来的。小姐不叫我去看他，我过问他去讨来吗？这是红娘又不是事，知道它里面写些什么。好，小姐不要闹，给红娘到老夫人跟前出水去。红娘到老夫人跟前出水哪个呀？出水长生啊！罢了，我啊是头上你还的呀。给老夫人知道了，怕不要打响我的下本子来。老夫人怪你事，有小姐替你说话，不妨事。哎呀，小姐一为要告诉老夫人当下我的下本子，一为倒要替我说话了。红娘已经来说话，越发的不知轻重了。我就是叫小姐帮我闹糊涂了。红娘，过去的事不必再去抵他了。红娘，今早你到西厢去，上身他怎么样了？哦，不是。哎呀，你快说呀！不是。哎呀，好弟弟，你快说呀！小姐，那张真水的身满船，不是他吗？他弄他过生病的是个养儿吗？你可请过太医与他调治调治。他是得意的驸马家的，因此在西青也放谈，他要将性命登天，自己小姐与夫君难。姑娘，他这种胡言乱语，下次休再向我来提。因为你的再问，倘被旁人知道，真什么话你？小姐，你叫我去看他，我叫你去看他，那是兄妹之情，
有必呀。小姐，张生他女儿有小姐做兄妹吗？啥不是老夫人许了又拉，人家管这样讲，管这样想嘛。小我家亏无了他，他亦不该如此。也罢，等我是个见天儿，为得了他，也就是了。哎呀，小姐，小姐，小姐，你这是些什么嘞？这样不是要害了他吗？红娘，你不知道，啥不为得了他，也不知道要闹出什么事来你。小姐，你这是何苦呢？红娘，你去对他说，小姐要你去看他，那是兄妹之礼，叫他再也不要胡思乱想了。以后在外，定说要告诉老夫人知道，就是连你也脱不了关系。拿去？我不拿去。快拿去！我不去。这小女子好不知分晓。往哪里死红娘姐啊，此人怎么样了啊？唉，不要杀了，不及死了，不及死了，小姐恼了，小姐恼了。小姐怎么会恼呢？唉，是你红娘姐不肯与我用心哦。是我不肯用心。哎呀，张先生，天在头上你。你那个卷帖儿写得好哦！只愿你先生明鉴，真是我红娘为难。大不愧小姐所相恋，今朝先生就办了。从今儿相为少见面难，劝先生早经过，就让人看。红娘姐，张先生，再也不必吩咐你的地步了。他小姐问我，我要回去了。红娘姐，你不能这样，你
要是醉了，还有谁替小生出主意呢？张先生，我管不了你们的事。红娘弟，张先生，你不多说此人欺负明理，我为了你那个贱妻儿，小的是看那官司耽误了你弯腰来存我嘞。为了你恩情内我，贤妻儿别有才他。红娘弟，你一定要与我想个法儿才是啊！小生子了性命都在红娘弟的身上了，红娘弟啊，你要救救我的命，救救我的命！哎呀，张先生，经不起天官不责难，好叫我对不成难。我没来由的就问我他粉饰的什么，小姐违心在这里，你自己去看啊。哎呀，娘弟呀，过日过牺牲，过日过牺牲啊！红娘弟啊，小生有书到此，你怎么不招生呢？小生离开您这，接待父亲，请小弟赐菜哟。哎呀，张先生，你这是什么意思啊？小弟恼我都是假的呀，假的。哎，你可知这书中之意？这书中之意呀！这书中之意怎么样？叔叔让我今晚到花园相会呀。我却不信。信不信由你呀。张先生，这上面写些什么？书中乃无言是4句。但愿谁想想，你不无不开，隔两花影同啊，你是女人来。张先生，你不要念了，快解给我听吧。等我解给你听吧。但愿谁想想，小姐让我月上休去。要是今晚没有原谅你，这是私意呀。您帮我搬开，小姐开门才等我呢。开门？刚两花影中，小姐叫我跳江过去呀。跳江？你是有人来，那就是小生我来了哦。怎个这样解？不是这样解的，红娘子呀，你该怎么解呀？张先生，张先生，怎个这样解？哎，小生乃是才师妹的所讲，这4句诗为记错了不成吗？这不为了他，又不知道要闹出什么事来你。好一个小姐，原来你连我红娘都瞒过了。既然见瞒过你，瞒过你，把小姐心儿这样了小生乃是读书之人，怎么能跳江呢？跳也有你，你们的事我都不管。哎，红娘姐呀，红娘姐，红娘姐呀，哎，红娘姐，小姐呀，小姐，我看你今夜是我瞒得过我红娘啊。好不叫人高兴，
好不叫人高兴啊！哎呀，这是叫我跳下。哎，是小姐叫我跳下啊！我是非跳不可，我是非跳不可，非跳不可小生乃是才师妹的说。哎呦啊，轻声点啊！放轻声一点，小姐她在那边缠着你啊！快起来！妈，你不要从这门进去，她小姐女性送我来带你的。那我哎，小姐不是叫你跳伞吗？跳伞？那你先跳吧。
红娘姐，红娘姐，哎，我跳吧，跳吧，红娘。小姐啊，小姐，我专门来话都看过了，连一个人影子都没有。什么？没有吗？而来的。哎呀，长孙，红娘她在这里。表弟放心，红娘的，我在局门口早已见到过她了。不来红娘你明白。啊，表弟。长孙，红娘她是要来的，你快走吧，走吧，你快走吧。小弟。哎呀，你走呀。红娘，红娘。红娘，小姐，做什么呀？我好多人在这里烧香，我说有个人跳过墙来，你我把他背了下去。花园里我一声，带红娘来看看。哎呀，是在哪里呀？是在哪里呀？啊，我是花园里哪里我一声？小弟不要紧，这是一个首饰。不是，是万有圣帝说的吗？小姐，你也认识的？谁呀？是张生啊！张生，不归张生一生，因为我把他背了下去。背到哪里去？背到老夫人那里去。哎呀，带到老夫人那里去，不是要忘了他的名声吗？啊，小姐，带红娘来替你吃饭吧。啊，张生，过来，过来呀！跪下。啊，跪下。张生，我来问你，是谁叫你跳墙过来的？跳墙过来做什么？谁呀？谁呀？张生，红娘子分花落花，要对你是举中堂话。真是你谁有黑阳神，这次你说把天来啊，黑夜里藏进人家，当你监听放你是来啊你。张生，你去的空山之处被他周公之礼，为什么黑夜里跳过墙来？是谁叫你来的？谁呀？谁呀？哎呀，你谁呀？啊！
讲些什么，还不愿我把他带了下去。小姐，看在红娘的份上，是少了他吧？看在你的份上，先生大恩，早晚必报。此情既为兄妹，此后余生此心。稍被老夫人知道，先生我意是爱。尽快在红娘的份上，少了他吧。少过你这一招，下次不可。起来，起来，起来呀！谢爷，好一个切实你的手脚，事情总给死心塌地了吧？哎呀，张先生，你怎么了？张先生，我扶你回书房去吧。掌声听众，以请太医与他调治，想他定是为了日夜化缘之日，以气人病。哎呀，张生啊，张生，你这样一个聪明人儿，怎么还不知道我的心女儿的心，我亲人抱得她守护在心。
夜来不分好人，我把别人去选择想想的，你再去这一位吧。红娘，你对我是什么呢？只要我一不配闺门，你便是婴儿不离身。这不关红娘的事，都是老夫人吩咐我这样伺候你的呀。老母亲去问的亲，小妹相思我自在心。小姐，你不要冤屈我红娘，红娘是觉得你的性子的。小姐，你知道吗？长生的病重得很呢。听子了，我巧太医与他表子了吗？亲自听了，只是他今天的病越发厉害了。他已经睡眠不定，只剩下一口气了。红娘，小弟，家里关系喜临人啊，温酒再把家计定。要放儿好日相思深，了恰天君一段情。红娘，小弟，我这里有张好药方儿，你请我去送与长生。小弟你又来了。上次叫我送过见天儿，谁得他一病浪荡，事情又说什么好药方儿？你不是叫我去送他的命吗？红娘，这药方是救命的呀！哎呀，小弟，长生的病可不是吃药能好的。红娘，你不懂得药性，这药方正对他的真儿。哎呀，小弟，你哄了我红娘不要紧，长生是经不起再哄的了。红娘，今晚就不哄你，救命要紧，拿去。我不拿去。好姐姐，拿去。我不去。哎呀，救命要紧，拿去，你拿去呀！老夫人来了。啊，老夫人来了。母亲。儿啦罢了。红娘，命你去探望张先生，你去了没有？我还不认去你。这就去吧。是。啊，红娘，你对张先生说，叫他安心静养。在医药之地是由我家带的，就是我母女今日的去探望于他。是。去吧。儿啦，女儿啊，母亲，为娘在叫你呢。是。张先生曾救过我和家性命，如今病在客中，我母女实不曾问于他，岂不被旁人带领？母亲说的就是。儿啦，为娘今日进来，好像闷闷不乐。儿有什么不快之事，我不得为娘也讲。母亲，
女儿不是与往常一样吗？没有什么不快之事。唉，自从你弟弟去世，一家三口孤孤单单，寄居不动，也难怪女儿心中委屈。如今这盼你陈哥哥早日到来，在我母女无令为尊，不令远穷，一句两别，也了却为娘一桩心事。在想什么？啊，母亲，女儿不认想什么。本该让我儿出去野山野山，怎奈我母女手小俱伤，可比不得当初。我儿一向孝顺，是日也觉得为娘之意。女儿理会的。看天色不早，为娘要回往重庆去了，我儿早些安息吧。女儿送母亲。别说，唉，真是事到心上重，爱恋不就生我。要人你女儿不慈，也不曾恰人你白玉不语。梁上身为上身是什么贵重群？梁上身为上身是什么清白领？皆相思为救他风流名，为此心也了恰我的女儿平。娘回来，不顾商量啊！好消息呀，放开的真奇妙，原来他是母的亲夫红娘香，他那里是令我把相思了。
来了？啊！母娘，我身子困倦，你去收拾我吧，我要回去了。什么？你要去睡？那你什么时候起来？傻丫头，谁想了，只在明天天亮再起来呀。那你怎么好去睡呀？你睡了，说发死那人？什么那人？好，那你去睡吧。小弟。下方传了多少位这衙里为了难他要肯来到真到主神他日到来有风的人会唱的人也有说唱的人也有说分明见了也忘在祝他家母儿应靠庭分苍灵儿陪哎呀，小弟，你这是何苦啊？你把我子门走路，你把我红娘堂起哄，你不给多问我红娘心一片，你不给几十三番龙疼痛。小弟呀，你是一为儿恼，一为儿愁，一为儿欢，一为儿空。那上生子，一半儿相思，一半儿恨，一半儿痴迷，一半儿你明明嫁了张君才，为什么今番叫他落空？你不要这样啊，小弟呀，你莫怕谁，莫惊恐，我保管你风不吹，草不动，全不一身恩喜中。凡事都有红娘配，他怎么去相他什么人？是连红娘还有第二个人知道了。来，红娘替你们说些说些。
姐，有我红娘送你去，你什么都不用管了。谁叫你开药房的？没有法子呀，快走吧。红布家小姐，最是是个忙，这两条腿却是圆的。走吧。小姐，先说完了，我们回去吧。你这话还是真的？怎么亲眼看见的嘛？快去管红娘来。哦。红娘子，母亲欢迎你。过儿万岁。老夫人唤我做什么？母亲知道你每天陪姐姐到花园里去烧香，自己要问你啊。莫非老夫人已是破西厢之事？哎呀，要是老夫人这样拷问起我来，叫我又怎样回答？这母亲，红娘来了。哎，红娘，你才不要紧我，进去见过
是红娘。哎，红娘拜见老夫人。小姐人还不与我跪下。母亲，你怎么了？不要你滚去吃家法来。老夫人，好端端的为什么要跪？下去。红娘，你知在吗？红娘不知在。为什么在？谁叫你夜不三更和小弟到花园里去的？哎呀，老夫人，红娘不认去。不认去？红娘是有不敢起心，是谁见来？回郎接来。我命你陪小弟迎接着身，谁叫你迎着他无影乱真？我想称万有来，万事皆真。你在我同家把你小女难。你不生我当死你这个小的人！哎呀，老夫人，夫人不要耍两回手，红娘是。红娘，你千万不能讲啊！你与我讲。你们去问我什么？问我们这是问我，有什么好说的呢？你们去问我，那张飞是比什么？他是夫人将恩当作头，今朝表身在官头上西天云。这以后你还不挂着你？他的红娘，你先走，你先走，那我有小姐，小表弟传些落哎呀，好觉得他这个女儿家光颜三更，你叫他乱做什么？乱做什么？我也不晓得叫他乱做什么呀。有呐。哎呀，事情到这里不是完了，哪有什么的以后呀？哎呀，你还不花黄昏后，常言道女大不中来，其间奴婢苦在酒，夫人那个方舟天方舟，不怕羞天怕羞。
久了。哎呀，夫人啊，红娘夫人把这一我当到相国府，因为吃了这样吃瓜如此的，待我把这金蛇拉到官府去，待我把这金蛇拉到官府去，你去搞谁？去搞张谁？这是冤不得张生。也有哪个不是兄弟先生？我的小姐，都是你这个死丫头一人之故。这都是你家的事，怎么怨得到我红娘你？此事到底谁来？这都怨哪个？这都怨你老夫人。怨我？夫人在高到官府，夫人身上竟有3个不是。我还有3个不是，我问你这一夫人呐，当着君为夫君你人面对三把身中许我妈妈将军本为妻。有半官儿一律放生的一样子，在此这冤女狂夫两得天，恨你如此家不孽，你与我待到于是本我是陪家的亲戚满了事，到那一片后一位打来，岂不知错没了两个的家生一下。不可操持，此事难道罢了不成？事情已到这个地步，只怕爸也遇不得你老夫人，不怕也遇不得你老夫人哦。一念之间呢，老夫人，红娘回去了。起来讲。多谢老夫人。哎呀，在与红娘之间，
不是杀鸡下空神奇美事，把小姐须臾放生，这不是还了吗？这丫头一夜当中，我为了难，我洒家隐隐许了上君在，他把一赠与我家盼。我รา家掌声送过去举办，为的是香火门生从此生。全将亲自许掌声，是他我命许生。红娘。把那个金手叫来，我哪个啊？掌声！妈，先叫小姐来。是。小姐。谁想自杀了？怎么？刚才老夫人拷问了红娘本人，她的瓜上儿只是滴溜溜的在红娘身上荡着。红娘，你受委屈了。还好，都叫我杀过去了。这就老夫人教你，小姐，老夫人愿意要把你许配长生了。我还要去请张先生你。哎呀，红娘，事到如今。我怎么好意思去见母亲你？哎呀，小姐，你又来了。是见娘的跟前，有什么不好意思的？走吧。再见，母亲。我的儿啊，你别生气，这都是我的孽障，我要冤他罪了。张先生，快来！哎，红娘姐啊，跟小姐还我吗？哎呦，你倒叫我好的上面想，告诉你，西厢死上了啊！老夫人还你去。哎呀，红娘姐啊，小生惶恐，你我做该事吧。哎，事情大了，做给不了。哎呀，叫我真好意思去见老夫人。你看你天天挑香的担子有多大，事情的担子有多小？告诉你，
老夫人要把小弟许配你了，叫你去见丈母娘去。真的吗？谁哄你了？快来吧。还不来？参见老夫人。哼，好一个龅牙小子！我好意留你几十岁上，你竟会做出这种非礼之事。本来我送你到国，有空说没了相国的家事，没奈何我只有把莹莹许你为妻。哎呀，谢天，这一回总算成功了。姑娘，白天有么？但有一件，哪一件？我家三世不早把一女婿，明日你我上京应试去，待归回来再与我儿成亲。啥不得过，需要来见我母女。红娘，吩咐准备车辆，安排酒过，明日在十里长亭与张先生结姻。是。红娘真就来，上岁你莫因此的，愿你早日再归回来，再与我儿成亲，啥不得过。你对我不忠，得了罪一百吧。红娘吩咐逃出时，我小弟先回去了。是，红可天色不早，你们分别几句。不要误了他的眼神，为娘在车上等你。你无论得婚不得婚，只要今早回来的呀。小生李伟的。老东去，夜
为长远情。一层玉音无小香，我这里情乱有心病遇疾，你恰学金榜无名死不归呀。先等说。